来。然后其实这阵子还发生蛮多事情的。然后我很感谢有一批很始终的朋友们，他们组织一个叫做拉铁粉，因为一点都不腻人，也蛮高调的。然后才在今年吧，其实他们每年都会来我的部落参加部落的丰年祭，就是他们来部落然后会帮我过生日。但是因为我每年生日都刚好又在丰年祭，因为丰年祭的日子没有变，我的生日也没办法变。所以就每年就碰到，每年我要过生日就碰到丰年祭啊，他们要帮我过生日，我觉得他很有心，可是那时候一直忙着，大家认识我的都知道我是文化分子啊，感情妇女那种，很热衷自己部落的文化，然后我当然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好好跟他们陪伴，可是他们就送我很厉害的生日礼物，我的人生中别人送我的第一把，拉铁粉送我的第一把手风琴。这把多少钱啊？不用钱。对啊，我知道你们送我不用钱，可是我感觉这把很贵，不好意思拿那么贵重的礼物，真的，我还以为他们会送我3C 产品。然后收下这个乐器啊，从收下的那一天，我就一直在想，怎么办？要拉也不是，不拉也不是。心中就一直有很多很忐忑的心情。好，然后我想说，那就用一个才艺表演的状态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不唱歌哦，然后假装你们是路人哦，我是街头艺人。街头艺人有戴帽子啊，就给他要投资我啊。我是严重的肌肉鬼。有5块就拿5块，不要勉强，1块就1块，10块就10块。好，不要拿太多钱了，1000块不要啦，不好意思看到有颜色的。好，然后我要拉一首我很久，至少5、6年没有拉过的曲子，这几天呢拼命拉到我隔壁邻居阿嬤都来敲门。哦，他以为是那个啦，有拉到大水那个。我练习很久，因为前面都很生疏啊，就练了好久，好不习惯。然后当然我想要去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演奏曲吧，我就也献给各位，来自也是我的好伙伴哦，艾克居士的《一直剪好美》。哎，你们聊天那这是街头啊，街头表演聊天的。
还好我的表情没有很狰狞，要不然我应该很像那个李炳辉吧。